當完成窗框邊防水吻泥收口48小時之後咧，先至可以做防水測試嘅。而佢嘅程序同埋方法都一定要先得到則師批准嘅。咁測試就要由窗底開始，到企身，咁等1個鐘之後，先至做埋窗頂測試。工友要用正確嘅水流量同埋試水時間，不停咁向窗框外嘅吻泥表面噴水。試水之後1個鐘，要再次檢查有冇漏水嘅跡象嘅，全部合格啦，就可以喺窗框邊、石屎同埋吻泥表面搽上經則師批准嘅防水膜。而防水膜同埋吻泥嘅顏色係要唔同嘅，因為咁樣先至方便監察同埋控制品質噶嘛。至於如果有漏水嘅情況嘅話咧，咁工友就唔可以淨係鑿走部分嘅吻泥，因為咁樣會影響其他吻泥嘅結構噶。工友一定要將整隻窗框邊嘅防水吻泥都全部鑿走，重新再做一次噶。收口啊做好，試水啊做埋，咁安裝埋玻璃，冇快完工咯。梗係唔係啦，我哋仲要等其他行業做好佢哋嘅嘢，咁我哋先裝得玻璃㗎。咁而喺呢段時間咧，啲窗啊自然好易受到破壞啦，咁所以保護就一定要做到足咯。點止啊？承建商仲要提醒工友，禁止佢哋喺窗框上拖放橋板、喉通同埋放泥豆，兼且禁止用窗框邊嚟刮灰池添，而且仲要教育所有工友適當嘅施工方法，以減低對裝好嘅窗框造成破壞嘅。另外啊，外牆瓦仔仲一定要離窗框邊至少5mm，而又唔可以多過10mm，嚟方便接膠，增加防水效能噶。而如果窗窿喺用作 lift 架同埋工人籠，或者係垃圾槽嘅槽口，咁樣承建商就要押後呢類窗窿嘅窗框安裝，直至拆走晒運輸機械同埋槽管先至安裝嘅。所以啊，有時為咗趕住驗樓，就會唔夠時間去依照正確嘅程序嚟安裝塑料窗同埋做好吻泥噶。咁有問題嘅窗呢，就喺咁嘅情況下出現啦。所以承建商一定要預留充分嘅時間嚟安裝塑料窗同埋試水嘅程序嘅。喺擠膠之前呢，就要搣走晒啲膠紙。承建商仲要用則師批准嘅清潔劑，徹底清除黐喺窗框同埋瓦仔之間嘅英泥沙同埋污漬。工友仲要留意落雨或者潮濕天氣對擠膠嘅影響。而擠好嘅膠就應該係整齊平滑暢順，冇窿位、冇斷口、唔起泡，兼且要係完全填滿窗框同埋瓦仔之間嘅碰口位，而闊度咧就要唔少於5mm，而又唔超過10mm先得，因為太闊嘅支膠會好容易反起，咁咪會入水咯。至於運到地盤嘅玻璃咧，最好就可以即時落地，同埋派送到各層單位。承建商就要提供一個空氣流通、乾爽嘅地方嚟存放玻璃，仲要用板方承托，而玻璃同玻璃之間要分隔存放，避免玻璃發霉或者起雲噶。判頭仲要檢定玻璃，確保冇刮花、冇崩爛、冇起泡，或者係彩虹，即係 stain 等等。好似用濾鏡嚟測試強化玻璃，有雲就啱啦。